Hello，我係文靜。我而家染緊髮，照講啦一樣咧，因為我好頭好 MK 啊，唔知點解越洗越金，所以我要染啊。佢哋我冇時間喎，咁唔緊要啦，我哋染住講一樣嘅啫。你 ignore 我樣啊，嚟咯。今日嘅第一條咧就係話破釜沉舟同埋呢個臥薪嘗膽兩個故事咧，邊一個對於香港青少年係更加有啟發嘅？咁呢度可以留意翻破釜沉舟同埋呢一個臥薪嘗膽係咩意思啦？有同學話唔知，咁其實就唔使擔心嘅，因為我講過啦，閱讀材料會俾你嘅，咁佢就唔係話想考你係咪識唔識呢個故事，就唔關事嘅。死啦！我覺得我樣好搞笑咁好啦，咁繼續啊！破釜沉舟咧，其實意思即係盡地一煲，因為當時咧係講項羽巨鹿之戰嗰次咧，就整爛晒嗰啲煮飯啊各樣嘅器具啦，即係意思叫啲士兵嗱，你而家冇退路噶啦，打啦！咁由於冇退路嘅時候咧，盡地一煲咧，咁就贏咗嘅。咁至於呢個臥薪嘗膽就係講呢個越王勾踐啦。咁佢當時俾吳王夫差捉咗去做呢一個俘虜嘅時候咧，佢就強迫自己每日瞓啲好差嘅床，鋪滿晒柴火啊柴木嘅。咁另外就係舐嗰個好苦嘅膽啦。即係我唔知點解要咁做，即係舐啊唔係好衞生啊。不過你明嘅意思啦，即係等自己嘗下啲苦，等自己覺得哇好辛苦，咁等自己唔好安於呢個安逸嘅生活咧，記得要復國。咁所以呢兩個故事其實背後嘅精神係啲乜呢？破釜沉舟就係嗰一種為咗向前一往無前啦，唔會諗退路嘅，一嘢就要做就要做到嗰種決心。咁而至於呢一個臥薪嘗膽呢，就係講嗰一種時時刻刻警醒自己，唔可以鬆懈。另外就係唔可以怕吃苦，堅持自己嘅理想，去到做到為止。咁所以呢兩種對於香港青少年邊一種更加有啟發呢？咁以前講開都係咁做噶啦，咁就諗翻咧青少年嘅心態同埋現代青少年要面對嘅問題啦。何謂啟發先？啟發就係嗰樣嘢，佢本身可能唔知嘅，而你嘅呢個故事啟發咗佢，令到佢學到啲新嘢。另一個情況，呢樣嘢佢不嬲缺少嘅，咁睇咗呢個故事學咗之後，令到佢有新嘅得着。識嗰啲新嘅道理，明白自己缺乏啲咩，勇往直前。咁所以由呢兩個角度去講咧，都係合理嘅。咁同學就可以分析翻，其實例如社會上面嘅問題啦，可能青少年喺香港裏面咧面對住嘅，我相信啦，就係有啲時候咧會好驚失敗啦。咁如果咁樣講嘅話，會唔會邊一個故事係比較符合到佢哋嘅精神呢？另外就可能係青少年好多時係獨生子女啦，咁受到家庭嘅寵愛，咁變咗好多時會覺得好多嘢除咗放棄咗之後，其實都冇乜所謂啦。咁如果可以有嗰種破釜沉舟，即係話唔好諗退路，一味去諗向前嘅嗰種拼勁嘅話，咁對於佢哋追尋理想係比較重要嘅喎。此外就係關於咧，其實好多時青少年咧對於夢想嘅追尋方面係比較模糊嘅，例如可能佢哋唔知道自己嘅人生需要啲乜嘢啦，又或者知道咗之後，亦都未必係咁願意去捱苦去接受到佢。社會上面有個名詞叫所謂嘅 Y 世代，就係話而家年輕嘅一代好多時咧喺做工嘅時候咧，好容易一味就放棄啦。我個人其實唔係好認同呢個講法嘅，因為始終我覺得青少年係社會嘅希望啦。咁我唔會覺得佢選擇唔做你份工，咁佢就唔捱得苦。咁我覺得呢件事好低能嘅。不過都可以用嚟佐證你呢個講法嘅。咁因為都係希望講得成你攞分嘅啫。咁例如你可以話佢哋冇咗嗰種捱苦嘅決心，咁臥薪嘗膽就係嗰一種喺創業嘅過程裡面刻苦，時時刻刻警醒自己唔好放棄嘅嗰種決心啦。另外一條題目咧就係關於以下各項都係理想社會裡面不可或缺嘅，咁就叫大家根據佢哋嘅重要性去排列優次啦。咁就有呢個自由啦、平等啦同埋安全啦。諗真啲先，嗱好多同學都會話啊，一個社會咧係唔可能冇咗安全嘅，所以安全係最重要。其實咁樣講咧，某程度上係犯咗一啲邏輯上面嘅陷阱係問題嘅。諗真啲先，咩叫理想社會？理想社會即係話同普通社會嚟講係差好遠嘅喎。理想國大同世界，大家腦海裡面覺得最美好嗰個天堂，即係 John Lennon 講嗰個 Imagine 嘅嗰個世界。呢一個世界係唔應該用普通世界同佢對比嘅喎，即係話呢個世界應該有啲嘢我哋人間可能冇嘅，呢個世界有嘅嘢北韓唔會有，甚至香港都唔會有，係呢個意思。咁如果咁樣講嘅話咧，我個人覺得安全咧就唔應該排喺裡面啦，因為只能夠達到安全，只不過係一個普通社會。理想社會應該有啲乜？應該係嚟自平等或者自由嘅呢一類因素咧，係會比較合理啲嘅。
講嘅時候咧，提大家啦，記得唔好諗到去政治嘅元素。原因我講過好多次啦，你唔知道考官係藍絲定係黃絲，甚至佢係明光社嘅。咁所以記得啦，其實可以就住一啲比較客觀啲嘅情況去講啦。例如平等嗰度可以講下關於婚姻上面、種族上面嘅平等、宗教上面嘅平等啦。而至於自由方面咧，亦都係啦，講下關於表達自己嘅自由、學術嘅自由、藝術嘅自由。咁呢都係比較安全同穩陣嘅觀點嚟㗎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係咁多啦。預祝我今日染得成功啦！如果唔係，聽日又係 MK 頭，好核突啦！長期都係金色嘅頭，我唔知點解。其實我原本想要灰色，灰色變咗啡色，啡色變咗金色。算啦，唔講呢樣嘢。好啦，聽日見，拜。